后来进前，这个台南洪形容是庆忌之都，敢讲即卖台北市嘛要狂讲是这个小强之都咯。从这场疫情的交接活动，立委蒋万安嘛伫现场，伊讲伊到位的时阵，已经看到规涂骹拢是胶纸咯，要求警方赶紧来破案。立委郑运平伊是来质疑讲，这个餐厅的前身是情报交换的场所，背景复杂，其实并无适合举办着警戒的活动。现场真侪只家纸，互人看甲起价舞皮。台北市和新北市警察局长拢互邀请参加这间餐厅内底当地咧举办的北市义警交接活动。立委蒋万安冒红邀请。我一到现场上了2楼，那经过大厅，当然看到，地上有蛮多只蟑螂哦。但是因为我比较晚到了，就赶快，那主办方也赶快带着我到后面的宴会厅。警察界大活动办伫咧遮，本来嘛要参加的立委叶玉兰，嘛要求警察紧破案。他今天可以给你带来1000支小强，他也可以去用散弹枪。今天你是首长的话，你会怎么做？我想。完全就是要求警方强力执法。毛立委讲，这间餐厅过去的背景真复杂，在咧遮举办警察活动本来就无效。它本来就是一个争议的地方，那警界为什么要办聚会，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去查它的背景的话，这个锦华楼过去就是他们说的情报交换中心嘛。双北警察局长参加参会所在，红破正清洁家纸，议员拢感觉真寒。最近北市警察界出现真侪风波，立委叶玉兰呼吁警察爱硬起来，展现公权力，才会当安民心。